阿乡亲啊，过来这件车祸是新北市新店一个8岁的小男童，为这个巷仔底冲出来要来过大路，互一台为正手边驶过来的车弄一个飞起来，佫转落来。伊的妈妈当场看一个心脏蛤蟆跳出来，可你家在囡仔人骨头啊软耐摔，敢若皮肉伤，无真要紧。这个老母看到后生好车弄到惊一条，赶紧去看伊的伤势。驾驶行车记录器有翕到，甲对向的车相闪过了后，后一秒这个囡仔就冲出来，因为当着有死角，驾驶根本就袂付反应。看两边有车子，就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后来就直接冲过来了，然后没有看两边的方向，都没有看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新北市新店宝源路的丁字路口，这个查某囡仔佫捌直接徛伫路中央，因老母看到有车尔，甲下手爱因后生退转去路边。这个囡仔等车过去了后，甲人顾看倒边，无去注意到正边嘛有车。规人好车弄一个段差不多2公尺远，有去惊到，倒伫大路中央，要差不多1分钟才互人扶起来。有时候机车都骑很快，对啊，都蛮快的啊。肇事原因初步研判，疏性驾驶未注意车前状况，林姓男童穿越道路未注意来往的车辆。加在警察人员到现场了，初步检查这个囡仔，敢若小可扭皮尔，送到病院进一步检查嘛无啥要紧。这个车祸责任，警方还阁进一步调查。